来看澎湖消息，每一年元宵乞龟，这是澎湖当地大代志，这大家知影。今年山水上帝庙金陵龟王上届大只偌济，有390两重，市价超过2500万。最后是为台北市区的澎湖竞赛，以9个上杯去得到。未来一年，讲要将这个金龟放伫庙内，互信众参拜。庙方嘛拍算讲为这只金龟申请金氏世界纪录来认证，变成澎湖之光。 虽然疫情影响，真侪庙停办或者是减少活动的规模，不过澎湖年度活动元宵节起居又完成真侪民众参加。山水上帝庙阁因为金陵龟王变作今年上受注目的。3只金龟伫舞台中央，上大有390两重，价值超过2500万，金光闪闪，看起来真有气势，嘛得到单价上重的补助。 白石想要来拼看卖，民众拢来跋杯试手气，结果所有金龟的领先者拢毋是澎湖人。390两重上大金龟，最后得奖的是一位台北来的澎湖竞赛。390两哦，明年行400两的得主哦，是迄个徐正坤，伊是台北市士林区。每一年拢有转来哦。 元宵节拢有转来拜，嘛毋知讲啊，这机会呢也有通博着讲啊上杯交杯啊，哦，先天上帝就话听从，去上帝庙啦，因为伫台湾也袂当运动。因为周边和澎湖结缘，上大金龟得做的大龟仔多是山水上帝庙中建委员会主委，嘛因为无方便送回来台湾，加上需要担保品，所以未来一年会甲金龟放伫上帝庙供人参拜。 庙方嘛拍算替金龟申请金氏世界纪录认证，变作澎湖之光。